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講返巴黎自由行第5日行程。巴黎地下墓穴呢就喺市區，坐地鐵去到呢個站，出閘上埋樓梯，步行大概3分鐘到做到。上埋樓梯，轉左方向就到達。我哋喺網上預約，成人票價27歐元。落樓梯唔覺就落到好深啦。喺1786年，巴黎爆發瘟疫。為咗解決墓地同埋公眾衛生危機問題，就將埋公墓嘅骸骨掘返出嚟，全部搬晒嚟呢度。直至到1814年，粗略估計呢度有600萬具屍骨，因此成為世界最大藏骨庫。而屍骨中包含許多法國名人，有作家、哲學家、科學家、政治家，都係放喺度。呢個墓穴前身係採石場，而家就成為博物館。而個博物館只係開放一小部分嘅墓穴呢，係俾公眾參觀。一入到去就非常黑暗，因為墓穴都不斷有遊客行入去，所以都感覺冇咁驚。一路將啲屍骨好似柴堆一樣擺放得整整齊齊，堆成有2公尺高嘅骨牆，有啲仲會堆成各種造型，好似藝術創作。之後就坐地鐵去香榭麗舍大道。呢個燈位位置呢，就係好多人好喜歡喺度影凱旋門嘅打卡位。嚟呢度目的呢，就喺個勒杜威道總店嗰度買馬卡龍。係法國巴黎100年歷史馬卡龍名店，呢度仲有咖啡店。
度仲有30種口味馬卡龍俾你揀。而呢間老字號馬卡龍，外皮脆口，入口融化，唔會話太甜，係幾好食。呢間鋪都好多人嚟買馬卡龍，啲嘢都要排隊，佢排咗30分鐘到，唔係太耐。排隊期間，職員會派張紙俾你揀定味道。一件馬卡龍2.9歐。大概港幣25蚊到。法國呢段時間係奧運，佢同奧運合作，所以馬卡龍上印有5環。沿住香榭麗舍大道繼續行，去一家法國巴黎必食嘅海鮮餐廳。由凱旋門嗰度行落去，大概12分鐘到就到㗎喇。係葡萄牙人開嘅連鎖海鮮餐廳，佢嘅賣點呢就有大大碟嘅海鮮，人均消費大概300蚊到。當日呢，我哋呢就下午5點半到就去到嗰度鋪頭，係 walk in 嘅，冇預約，但係等到6點到就可以入去啦。呢度啲海鮮拼盤係會送埋一大碟炸薯條同埋海鮮粥，嗌之前真係要睇清楚係咪食得晒。我哋就嗌咗太多啦，好快就坐滿晒人。首先嚟個生蠔24歐，大概207蚊港紙。生蠔非常新鮮同鮮甜，我俾4粒星。龍蝦拼盤8日602蚊港幣，2隻龍蝦，味道同肉質都唔錯，始終佢都係烤嘅煮法。龍蝦肉食落口會乾身少少，但唔會太蟹。我俾3.5星。個海鮮拼盤係送埋一鍋海鮮粥，粥個湯底好有龍蝦湯味，好鮮甜，仲有送一大碟薯條。薯條又係有驚喜，好香嘅薯仔味。橄欖油焗青口，蝦就好新鮮同好爽口，但係青口食落就覺得係變咗味。同職員講返，廚師回覆橄欖油煮法味道係咁樣，好大兜青口，但係我哋完全冇食到。薯仔牛扒，職員已經提醒我哋嗌半份，有人話食得晒，真係好大份。牛扒味道肉質唔錯，但比較厚身，有少少韌。我俾3.5星。8月中去巴黎，天氣開始轉涼，行街比較舒服。